曰：视其所以，观其所由，察其所安。人焉受哉？人焉受哉？子曰：温故而知新，何以为师矣？子曰：君子不器。子贡问君子，子曰：先行其言，而后从之。子曰：君子周而不避，小人避而不周。子曰：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。子曰：攻乎异端，斯害也已。子曰：有悔如知之乎？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。子张学甘露。子曰：多闻却疑，慎言其余，则寡尤；多见却殆，慎行其余，则寡悔。言寡尤，信寡悔，路在其中矣。哀公问曰：何为则民服？孔子对曰：举直错诸枉，则民服；举枉错诸直，则民不服。季康子问：使民尽忠以劝，如之何？子曰：临之以庄，则敬；孝慈，则忠；举善而教不能，则劝。或谓孔子曰：子奚不为政？子曰：书云：孝乎为孝，有与兄弟，施于有政，是亦为政。奚其为政？子曰：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也。大居无逆，小居无尤，其何以行之哉？子张问：十事可知也？子曰：殷殷于下礼，所损益，可知也；中殷于殷礼，所损益，可知也。其或冀周者，虽百世，可知也。子曰：非其鬼而祭之，谄也；见义不为，无勇也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苦悲亲，灵宝齐鲁灵山地，拈花印证考三圣，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，云雷震开雾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亲在人天中华母，九连圣教归上圣。天花老母垂玉县，收元显化在古东。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浑圆古彻在中央。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童。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此念当来弥勒经。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。适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。每日自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。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。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。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。三官大帝慈悲助，
赦罪三朝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是为菩萨救众生，仅领36元价，500灵官紧随跟，普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，合起皂旗遮日月，头顶身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，大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三阳弥勒尊。吾皇赐令记下生，收服难言归正中，来往造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此念一遍神通大，此念2遍得超生，此念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，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10叩，1叩再叩3叩4叩5叩6叩7叩8叩9叩10叩手。爱详祈福诵经回向文，弟子姓氏姓女，请各报自己姓名。姓氏陈美香，姓女洪诗婷。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功转成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子女，恳叩请辞，弥勒祖师，南海古佛，济公活佛，月慧菩萨，慈悲做主，祈求战争止息，世界和平，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世所至导，圣慈昭阁采纳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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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感谢各位点燃诗歌前贤，今晚后学学习导读到这边，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夜晚，感谢慈悲。谢谢美香处长导读，那也谢谢各位点传师、各位领任以及各位前贤们一起诵经回向哦。晚安。晚安，感恩处长慈悲，感恩前贤。老师晚安。很优秀的前贤，晚安，感恩哦，感恩。
感恩父亲的慈悲，感恩啊，感恩各位点传师慈悲，各位点传师，各位领任，各位副领任，各位组长，各位坛主，各位讲师，各位前贤们，大家晚安。晚安，点传师晚安，点传师们晚安，前贤们晚安，杨前贤晚安，朱前贤晚安，感恩感恩，晚安晚安。